各位標迷，你哋好啊！又係我 Number 7 Watch 豬仔，歡迎大家再次收睇嘅頻道啊！咁啊，嚟到星期日嘅早上10點零鐘啊，豬仔咧就要介紹呢一隻 Doxa 停產款啊！咁啊，呢隻停產款咧就係一隻放射性紋標盤啦嚇，你見到佢咧 day 嘅佈局，咁啊瑞士製造嘅 New Old Stock，咁啊37mm嘅標徑嚇，呢隻雙狗牙圈嚇，咁啊〜唔係雙狗牙圈 ，sorry， 呢隻係狗牙圈梯形嘅狗牙圈嚇，比較特別啲嘅一個款式啊。咁啊嗱，呢隻錶咧就做咗銀白色標盤啦，你見到佢咧10粒真鑽石喎嚇，6時位置咧都寫住咗咧呢個10粒嘅真鑽石，跟住寫住咗呢個50mm嘅防水，寫住咗藍寶石玻璃錶面。咁啊中間標盤咧拉到咁近俾大家睇下咧，其實中間呢個位置咧就做咗呢個放射性紋同埋唱片盤紋嘅，跟住側邊嘅位置咧就做咗一啲壓紋嘅 dial 噶嚇。跟住咧個標盤裏面咧，除咗3個紋路之外，最重要就係有10粒真鑽石啊！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粒真鑽石配搭埋呢個梯形嘅狗牙圈咧，非常之靚啊！你見到呢個 bezel 圈做得咧個質感好強啊！咁啊嗱，呢啲舊裝嘅 day 咧一定有佢嘅吸引力嘅。咁啊做咗呢個拉推標冠，做咗一個拉推標冠啦，標冠嘅位置就擺咗3點位置。咁啊嗱，呢個標冠咧相對性成個標殼嚟講算大粒嘅，但係標冠上面咧就冇做 logo 啊，冇做 logo 嘅，唯獨是有少少美中不足啊。如果做埋個 logo 咧就更加 fit 嚇。咁啊316L 不鏽鋼外殼，好紮實嘅成隻手錶都嚇。咁啊做咗光身啦嚇，個標殼嘅位置，標腳位置做咗拉絲花紋嘅，標帶咧做咗一條實心鋼標帶啦。今次咧就唔係配搭珠帶啊，呢個咧就配搭咗有帶花嘅一個標帶啦嚇。咁你見到中間3行光身嘅嚇，跟住咧兩旁側邊做咗拉絲花紋，而個 ending 咧做咗實心耳冚嘅 ending 嚇，咁啊幾紮實過條標帶度，成隻錶有啲手感嘅。咁錶扣嘅位置上面都有 Doxa 嘅 logo 啦，做咗一個 double lock 嘅錶扣嚇。咁啊試下打開咗俾大家睇下先，打開咗做咗後橋添嚇，做咗後橋嘅。嗱，佢採用咗呢個螺旋式鎖嘅透視底蓋啦。咁啊底蓋咧就係睇到 Doxa 個陀片啦，睇到寫住咗25石啦嚇 ，Swiss made 啦，瑞士製造嘅。咁啊寫住咗呢個5 ATM 嘅防水啦 ，stainless steel 咁樣嘅，同埋呢個藍寶石玻璃錶面 sapphire crystal 啊。咁啊呢一錶咧就用上咗呢個瑞士嘅 ETA 機芯啦，28342嘅機芯，係一個 day 嘅機芯嚟啊。咁啊梯形嘅狗牙圈咧，豬仔都好少見啊，其他品牌嚇，通常咧普通嘅狗牙圈嚇就會見多啲，但係呢一個嘅設計咧嚇幾閃喎，都幾靚喎嚇，幾獨特嘅嚇，長身少少啊嚇，個邊闊少少嘅呢個梯形嘅狗牙圈，咁啊再加上咗咧佢用上咗呢個 day 嘅佈局啦嚇。3時位置咧就做咗日曆槍，亦都加咗個放大珠喺個藍寶石玻璃錶面嘅上面嚇。咁而星期槍咧就用上咗英文全寫喺12點方向嘅，時分針就帶有夜光，黑度就冇做夜光啦，因為黑度做咗真鑽石。咁我睇下個夜光先啊，咁夜光都光亮嘅嚇，都光亮嘅。好啦，show 個夜光俾大家睇下，都光亮嘅嚇。咁啊好啦。咁我睇一睇先，嗱隻錶咧就係做咗一個拉推錶冠啦嚇，做咗一個拉推錶冠，剔起咗之後有停秒功能嘅。咁試下向下轉動，順時針方向校時間，校到半格之後咧校個日曆槍。咁我哋向下轉動，校個日曆槍。咁你見到呢個星期盤咧就半日跳嘅。係啦，跟住向上轉動咧，校個日曆槍就單獨跳嘅。咁啊，校個星期盤嘅時候咧，你見到咧就係呢個校個星期盤嘅時候咧，就係佢會半日跳咧，就會遮個日曆咁樣嘅個設計嚇。咁好啦，咁啊校完晒之後撳翻入去一個拉推錶冠。嗱，有得手動上鏈同自動上鏈嘅呢個 ETA 嘅28342嘅機芯嚇。咁啊嗱，呢個錶咧就做咗38小時動力至到40小時嘅動力儲能，28800震頻，一個高頻嘅機芯，25石。嘅咁啊，瑞士製造，瑞士機芯，咁我相信咧，大家都唔需要豬仔多講啦嚇。咁咧呢個咧就係一個 Doxa 啦嚇，一個瑞士悠久嘅品牌啦，講緊係先1889年嘅，1889年嘅嚇。咁啊，試下磅一磅個重量先。重量方面咧就去到138個 gram，138個 gram 啊。咁啊嗱，呢個錶咧就有啲手感啊，細錶徑嚟講去到138個 gram。試下度個直徑俾大家睇先。嗱，外觀就非常之靚仔啦。咁啊
直徑方面咧37mm 嘅標徑嚇，舊裝咧都係興 boy size 嘅。厚度方面咧就11mm 左右厚度嚇，而甩條甩咧就去到講緊係44嘅。好啦，試下戴上豬仔14.8cm嘅手腕先。嗱，戴上去個手感都好有質感啊，即係厚橋再加上咗 double lock 加上咗個保險製錶扣。咁啊，同埋咧我中意佢呢個梯形嘅狗牙圈啊，梯形嘅狗牙圈。咁中間咧亦都做咗啲放射性紋同埋唱片盤紋啊，咁啊亦都有翻得放大珠。放大珠咧個框住日曆框咧都有個銀色嘅金屬邊框，咁啊同埋有10粒真鑽石藍寶石玻璃錶面。好啦，咁啊豬仔推介呢隻舊裝嘅 Doxa 係啦，舊裝嘅 Doxa 幾多錢咧嚇？咁啊呢隻舊裝 Doxa 咧就係咧豬仔推介嗱 New Old Stock 嚟嚇，咁啊得1001隻嘅啫嚇，因為而家都好難再買得到呢個舊裝嘅 Doxa 噶啦嚇。咁好啦，豬仔推介。2318嚇，2318咁啊嗱，最後一隻㗎啦，因為成個系列咧呢個 Doxa 嘅 Day 咧嚇，供應商已經話佢已經冇晒貨啦，手上面呢啲已經停產咗一段時間㗎啦。咁如果中意而上次買唔到嘅標迷嘅你咧嚇，咁啊心動嘅你千祈唔好留意啦。咁啊亦都有翻個吊牌啦嚇，咁啊寫住咗呢個 Doxa 嘅膠吊牌。咁呢個膠吊牌而家都好少見啦，以前咧80年代90年代都會見得到啊，喺啲櫥窗嗰度。咁呢個都好難見得到。咁好啦。咁啊但係錶盒就冇啦，錶盒就跟豬仔嘅 number 7 watch 盒啦嚇，咁啊跟翻我哋嘅收據啦，做翻1年保俾大家。咁啊中意嘅你，心動嘅你嚇，千祈唔好留意啦嚇，真係咧離遠睇以為成隻撈嚟添啊，係啦。咁好啦，呢隻 Doxa 嘅 Automatic Swiss Made 嘅一隻梯形狗牙圈嚇，咁希望你中意我推介。2318超筍價。我記得咧前嗰幾日有個標迷咧同豬仔分享話，佢前排買嘅山道士，佢話好抵，薄橋嚟嘅，有藍寶石玻璃錶面，都係 ETA 機芯啊，都係呢個機芯，係28342嘅機芯。咁佢話2900幾蚊嚇，2900幾蚊係啦。咁咧其實咧2900幾蚊咧佢都覺得好抵嘅。咁但係呢隻2318，你話點樣可以錯過咧？好啦，中意嘅你盡快揾我咯，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